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3日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先到所在，头先就来报连载。民间所买1500万档 BNT 疫苗，当时会送到位，但是中药讲真有可能会来。另外第7轮主疫苗部分，另外会增加 AZ。12暗头有一位连长在做体能测验的时阵，却雄昏倒在地，送病院也是救无回来，目前正在调查死亡原因。在大水好河内山地区山口的粪扫冲出来，一块粪扫恐惊会污染到德基水库水质。讲到咱国内疫苗数量不够，真侪人也伫咧关心讲，这民间企业所买的 BNT 疫苗有1500万档，当时会送来台湾咧。BNT 疫苗厂表示，已经甲台湾约定交货时间，若准手续办好势，就会送来台湾。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疫苗真有可能会来。国内新冠疫苗国际传出好消息，生产 BNT 疫苗的德国原厂的公司讲，已经在初三得到台湾相关单位的紧急使用授权，虽然无都确定头一批疫苗交货时间，不过已经约好交货日程。这要手续完成，就将疫苗运来到台湾。对此，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证实，疫苗真有可能会来。确切的时间跟剂量，我们目前还没有没有很明确。但我们很高兴这个疫苗都是很多人的努力不管是从鸿海、台积电、慈济这方面，从民间的一个努力，那跟我们政府机关，不管是 CDC 也好、FDA 也好大家都全力的在协助这个事情。根据指挥中心的统计，到即阵为止，总计有960万2785人次注射疫苗，疫苗注射人口注射率是38.37%。不过，其实真正自愿两档的有完整保护力的只有59万6216人次。随着政府家己采买莫德纳加 AZ 疫苗陆续少量来到货，虽然会使小可解决疫苗不足的问题，不过这批疫苗应该优先用在倒一寡人。专家是认为讲，为着病毒了后，较引发重症的3大高风险的族群，应该先来注射。如果下半年流行的病毒株是英国株，就是阿尔法株的话呢，你就应该越多人打第一剂越好。那如果我们认为下半年会流行的是印度株，就是说变种病毒株，或是别的变种病毒株，会让你的疫苗效果变差的话，这个时候你就要让高危险群的尽量打完2剂。为了抢关国内疫苗的注射率，第6轮即要开始注高端疫苗，议员登记到13中到12点截止。指挥中心讲，包含候选的疫苗的人在内，全国有意愿注射高端疫苗的人数大约是113万人左右。不过，有这内底也包含一寡正伫注莫德纳的人，若是要扣掉这候选的疫苗的民众，到时阵真正要注高端疫苗的人数大约是90多万人。详细数目要等到平台扣除了后，才有法度决定开放会使注到几岁。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湾甲帛琉的旅游气泡，伫咧拜六就头一团要出发咯。帛琉的观光局表示，会提供2000档疫苗予台湾旅客。不过，咱台湾这边要过去的民众都已经超过4000人啊。真有风声讲，帛琉是希望台湾这边会当协助旅客登记疫苗。不过，指挥中心表示，目前无收到相关的要求。台湾帛琉旅游专案14个开始，因为英注疫苗又因8月14到18两个自由行拢满啊，依法旅行业者其实免规划协助做疫苗。帛琉方面是请旅客透过email预约，想未到有定9月出发的旅客也拢来批大量预约，真歹消化。预约这个时候还没有接到他们需要协助的那如果需要协助，我提早我们再来谈了。如果以现在中华航空的定期航班每周2班。那么这2000剂呢，应该是到9月底都没有问题。帛琉观光局在台办事处表示，帛琉应提供2000剂疫苗，外团大部分是侨生。办事处表示，无授权应回答，也无证实，也无否认。对这摆旅游专案中客外界烦恼回国5家口，自主健康管理恐惊正做防疫抗胖。桃园市长陈文灿表示，一定严管。旅游泡泡要成功，一定是要有这个严谨的防疫的管制。那消费的信心才能够恢复，也是需要在机场、防疫旅馆、医院这3层的防护要落实。指挥中心表示，帛琉旅游袂正做空胖，因为当地大人已经做过疫苗。去帛琉上大的风险是伫桃园机场，会要求地方政府甲机场公司落实分流甲防疫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新增加4个本土病例，也有2个人死亡，另外也有14个带病入境。讲到这个带病入境的人数，也是自从5月疫情爆发以来人数上界侪一届。
新冠本土疫情转好，按个境外确诊煞增加。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国内13新增加18例新冠确诊病例，其中4例本土，14例境外，也有2例死亡。个案分布是台北市甲高雄市各2例。这原来是5月中本土疫情爆发以来，境外确诊人数上介济一届。就是5个里面，有4个是 BNT， 一个是 Moderna 啊。有关它到底有没有打疫苗的部分，我们就是还在询问当中。指挥中心也公布最新的境外移入基因定数，结果发现8月初6至12，6个个案当中有4例是 Delta 变异株，其中有2个外国籍人士已经做过2剂新冠疫苗。特地做的是一个60多岁女性，伊伫美国已经做2剂 BNT 疫苗，返来台湾也是确诊。经过基因定数，是全台湾头一例哥伦比亚变异株，不过是属有无镜头感染的。那经过我们定序出来是这个 B1621哥伦比亚变异株之后哈，那我们也把它从这个，因为它无症状，本来是从防疫旅馆转送到我们的检疫所去做隔离。那后来我们现在昨天晚上也把它再移到这个医院里面去做负压隔离哈。在医院当中，昨晚的采检的 CT 值已经增加到35，就是病毒量已经很低了哈。12疫情记者会上，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讲，3+11制度不是老胖，引起外界质疑。对这件代志，陈时中伫13记者会上，伊提出多卡解说相关的检疫措施，也甲调整的过程。那总共检疫了1790人，相关关联的人，我们都做过调查。那这些就是没有职场或家庭以外的社区接触者的确诊。我们说它确实是一个群聚。但是对于社区的影响，经过3个月之后，在这样广泛的一个疫调，并没有找出一些相关联的。陈时中表示，当时陆蝴蝶甲发现事件拄告一段落，真正无法度确定讲无牵连，因为基因定数有一寡共款，不过经过3个半月了后，大规模疫调采检，为事情找不出牵连性，所以才定义做这个案件是规定小话。整体来看，感染源头是国外来的。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台北市的部分，今仔日有增加2个确诊病例，一个是大港户感染，另外一个是桃园机场地勤诊员，目前是初步感染源。那新北市的部分，今仔日无增加病例，不过市长侯友宜也强调讲，这届疫情害死800多人，爱民众就要会记得这疫情假死。桃园机场13针对机场大厅登记柜台加强清洁消毒，因为有地勤人员染疫，感染源无清楚。台北市13确诊人数只有2人，其中一个是高户感染，另外一个就是桃园机场的这名地勤。市长郭文泰表示，无确定是不是接触到机场的外国人去围掉。桃园机场的地勤工作人员，你知道吗？所以也不晓得是不是接触到机场的一些外国人被感染到。不过因为这个感染源不明还在调查。第一个匡列，第一个加强清消。那这目前这2项都做完了，都已经在进行。台北是不是一个疫情疫区呢？郭文泰表示，放假即马不是疫区，台北的群组感染源已经消灭，目前问题是要找出暗藏的感染源。另外，台北市疫苗注射率是6都第一，注射率达到50.1%。新北市计96天出现家庭，侯友宜强调，疫情夺走800多人性命，爱记这个假死。这是多少人的生命，多少人的确诊，以及我们经济受到多少冲击所困顿过程当中所换来的悲惨教训。侯友宜也阁向中央画下一镜普胎，阁公布为7月初1到即马，全国出现35例Delta确诊，新北市就占4例。新北市邀请21间防疫旅馆讨论严防Delta，针对应付有社区感染，新北展开扩大体检专案，已经体检1361人。伊表示，因长机动体检队到14协助体检。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越南因的疫情也当咧滚假，而且伫遐的台商也有人确诊，甚至是死亡啊。外交部表示，12有一位伫越南平壤的台商染病来过身，驻外代表处会协助处理。经济部表示，对7月23到8月12已经有4个台商染病死亡。越南疫情升悬，连续传出台商确诊，尤其台商投资上济，南越平壤这个所在疫情上严重。一名平壤台商会干部12个染疫过身，和当地台商食唔甘。经济部也证实，已经有4名台商染疫死亡。疫苗在越南他们
像那个吴志敏也都造册已经有在施打了，农安也有施打了，我们包括他们向那个政府争取的，请他们能够给予那个台商的企业施打。现在因为胡志明自己控制比较好了，所以现在就是一些力量就是放到平阳去，那平阳现在也因为企业多员工多，所以现在也开始都在施打这些企业跟员工，然后也不分国籍。总会指出，大开始是8月疫情严重，总会向越南政府反映了后得到承诺。8月台商注册了后，6月已经做疫苗，即马南越疫情升悬，台商也是注册，7月底会做疫苗。外交部我们在此呼吁，旅居越南的国人跟台商，在疫情期间，除了遵守当地的防疫规定之外，请务必要做好自身的防疫安全以及健康的管理。外交部强调，主处正关心当地台商甲侨民情形，会适时提供协助。总会表示，考虑越南医疗量能较欠缺，有法去关注越南制造上述这机器等医疗物资的活动，希望协助越南对抗严重疫情。因为台湾航班无停机，台商确实有需求应随时等台湾。记者综合报道。伫咧12暗头啊，台中后里的7000公营区有一位姓王的连长参加体能测验结束了后，伊说身体无爽快，就被昏倒在地，送到丰原病院急救，也是救无回来。军方表示讲会配合检验调查，会协助家属。陆军586旅连1营机步连姓王的上尉连长，12伫台中后里7000公营区实施5000公尺健行体测，尾嘛因为身体无拄好昏去，送医救无回来。军方13证实这个消息。这个军官在昨天下午接受体能训练的时候，就是健走的声音，然后突然身体不适，然后昏倒，我们就紧急做处理跟送医啊。这个发生之后，我们也感到非常的不舍，我们现在全力在协助家属做后续的一些处理。586旅属有陆军10军团，是中部地区第一线地面接近部队。国防部官网刚发布139字简单的声明，并无交代这件代志的头尾。负责收治的台中丰原病院是讲，姓王的连长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一切交由军方发言。这个急救的过程都是紧急，就是从救护车会送到医院。那相关的这个原因就是跟实际的原因现在由警方跟医院他们会做厘清跟调查。10军团是讲，姓王的连长平常时身体正正常，会配合检验查明清楚。针对军官所属的单位，会实施心理咨询辅导，稳定部队情绪。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目前捷运3英线长日起，不过却也发生印尼移工去互北下的情形。来做捷运工程的印尼移工，基本的工资无到1万块，而且加班拢有超过170多点钟。那照安尼死来推算，这2年差不多有6、7千万的钱，这薪水去互吃掉啊！劳动部表示讲，有可能是违法，新北市政府也等咧介入调查。开341个代表，抑搁伫日起的捷运3英线被指控是废官工程。2年前来台湾做的印尼籍移工，提薪水条讲，伊1个月底薪只个拿9677块，加班时数是176点钟，不过1点钟的加班费只个拿47块台票，1个月算起来差不多2万多元尔，也无到法定基本工资，而且加班的时数也超时严重。Saya pekerja dari Indonesia masuk ke Taiwan hampir 2 tahun. Saya bekerja di proyek MRT Sangying Line di wilayah Toyon dan New Taipei。移工讲，因逐工透早6点就被载去工地，有当时是做到暗时8、9点才下班。共一摆来台湾有133人，甲因签劳动契约的分别是印尼的国营公司维卡，甲台湾的银钢工程。2年一个工人被 A 走了60万，很保守的估计，133个，你想是多少？6、7千万呢？那这钱到哪里去了？谁 A 走了？在谁的口袋里？应该要全额，而且直接给付给移工。至少在全额的部分哦，事实上一定是有他所谓的这个违法之余哦。劳动部劳法署官员讲，依照就业服务法，移工的头家就是银钢工程。而且头家则以新来票付专业的薪水，这个案件有违反劳基法的疑虑，会当向头家罚2万到100万，并且以1比1废止聘雇的许可。立委认为这个案件情形正重大，会要求交通部、法务部介入调查。
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桃园区的代表谢怡珍无说离去，互大水冲走，到当时已经是第3天了。为着要把握黄金72点钟，搜救人员行透早6点就开始继续找，而且找范围是掠搁较宽，希望赶紧找到人。另外讲到去互大水冲断的明霸克鲁桥，目前也拢有做一条临时的通道。不过这山区的天气是无讲介稳定，雨若落真大的时阵，这水正串流，土石啊拢会甲便道砍掉咧。公务单表示讲会想尽办法，伫咧8月25进行拍通。家小早谢怡珍上甲伊衫徛伫溪边，希望伊赶紧倒来。高雄桃园区代表谢怡珍落水第3天依然下落不明13几天，警消出动61人，5台无人机，先将找找范围诱登到成为大桥，搁延伸到李岭甲高平大桥。老龙溪沿岸再下去的李岭大桥。还有到高屏大桥，还有高屏大桥到双园大桥这边老龙溪的范围之类，我们都会扩大搜寻。然后我们会再加派，我们同时是那个其他大队的人来支援。为把黄金72点钟搜救时间减少甲国军，分水陆空3路走找，空勤总队直升机伫明霸克路桥顶悬，警消人员是沿着老龙溪沿岸走找。暗过山区13下晡佫开始落雨，也增加搜救难度。消防局表示，袂放弃任何机会。明霸克路桥和土石冲断去桃园区复兴梅山加拉富兰三里加入孤岛空勤总队除了支援搜救，也一直运送物资，加紧急救援。暗过民众也是希望因赶紧抢通便道，只是天气无稳定，那落雨就会冲大量的土石落来，影响抢通进度。它的主流可能就把我的原本做好的比较简易的巨石的那个地基的部分，把它整个刮出去了。好，那被冲流失的是这个部分，以及有一些路面必须要再做一个清理。公路总局表示，便道营伫8月25进行抢通，为时间安全，也伫咧溪两边设监控甲认定，随时监测土石流，方便撤离，也提醒大家暂时进来，唔通凊彩进入管制区，才袂发生意外。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桃园区的3个里，因为顶礼拜落大水雨，甲对外交通明霸克路桥冲断去。当地里长也讲，目前正咧采收金红山野，尚无有10万斤无都载出来。也惊讲即寡山野会伤到昏，当便是赶紧甲山野烘做是山野干。高雄市政府也伫咧电商平台来斗赔。没办法啊，这个不然都只能丢掉。会山猪了呢。已经采收的山野就要过水啊，农民赶紧切片送去烘做成山野干。桃园山区真侪果子农，即马出来拢囤本来想的山野运袂出去，干那会当做果子干。有了电力之后，我们这些果农就可以把一些过熟的芒果就拿来做芒果干。其实农民真烦恼，也袂烘打，有的山野就烂去。桃园山区种金峰山野的面积有50到70公顷，即马当咧大出，煞拄到即摆大水雨，交通断去。亲像亚东国手高顶峰厝内伫咧复兴里嘛，种3、4家的山野，全拢无法度运落山。因为咱桃园乡伊即个金峰山野有较猛吼，所以要来收成的时阵，拄到这个水灾，咱有针对遐来要求因先做加工吼。加工这边，咱由咱农业局高雄所选的平台其他的通路来给因帮忙上架销售，当然是先预售啦吼。农业局表示，加在真侪民众小田灾区农民，金峰山野干目前已经销售要4000包，等便桥起好就会当出货。记者邓家文、罗维泽高雄报道。山区伫咧落大雨，也互乱坪粪扫的问题，搁再受到政人的重视。伫梨山地区，就民众翕到路边有规堆的粪扫，大部分拢是农业废弃物甲生活粪扫。就算有铁网围起来，民众也是照常撇入去山沟。这个所在拄好是大架溪的水源头，若准是落雨，粪扫就会冲入去德基水库，受灾用的有关是爱食水的民众。真侪粪扫徛伫山沟内底、树丛内底，也拢是一地一地粪扫。就算说真悬的围篱甲铁网上款是人去粪扫。详细一个看，袂少是民生粪扫，绝大部分是农业的废弃物。就是农药的那些瓶瓶罐罐的东西，然后包含就是垃圾。它如果说一些产业套路来讲的话，它不是每天定时会去收取垃圾。
当地民众讲，防乱戏本数所在大部分是偏远的产业道路，当地有真侪果子园拢是请人管理，抑个本数车拢无法度到位，真侪农业废弃无全的戏伫山沟。另外，遮瓦群德基水库上游也伫大甲溪流域，最近山区是常常落大雨，水质也可能受到污染。出来就要半个小时，回去又半个小时，然后他早上6点就要开始去果园工作，我们垃圾车的时间没有办法符合他的需求。当地民众认为，梨山地区真快，一天虽然有一撮收粪扫时间，也不过时间是难以掌握。加上真侪产业道路粪扫车无到到位，建议应该设集中的管理点，避免乱扔粪扫。对此，台中市环保局表示，今年都已经对开乱扔粪扫这所在开出高张的罚单。对当地的居民也是有一些吓阻的一个部分。那我们更积极的是，我们奢侈车让它到，好，这样就避免它。到下面去，我们要花更多人力把它牵起来。和平区公所前个队表示，虽然每工对环山、福寿山甲梨山地区拢会派车来收粪扫，不过当地情况人力不足，部分的种果子的人才就地来乱扔粪扫。环保局表示，除了加强设置这个粪扫主车，减少民生粪扫乱扔，对在外开乱扔粪扫所在加强来处理，也会追求农业配材来源，避免影响继续来扩大。记者综合报道。西班牙的民众对因的讲话体系真有信心，因已经有60成的民众注过第2档疫苗啊。不过，这个疫苗注射率吊车尾的保加利亚，所有4成民众无要注疫苗，主要原因是受到假消息的影响，因怀疑疫苗的效果。注射站的人是真多，西班牙已经是新冠疫情上严重的欧洲国家。在顶个月开放16岁以上民众注疫苗了后，注射率已经领先其他国家。Bueno, era necesario vacunarse y creo que es una obligación sanitaria y casi moral de todos los ciudadanos que tengamos la oportunidad. 总人口4700万的西班牙已经有超过61派人完成注2剂疫苗，领先法国、德国甚至美国。专家指出，民众除了信任公费体系，密切的家庭连结也是主要原因。民众注疫苗不只是为家己，也是为更大的家属。Hay personas que consideran que igual no es tan importante para ellos vacunarse, pero que así protegen a sus mayores o protegen a otra gente a su alrededor. 疫苗注射站拢无人，但真久才有人上门。保加利亚受第4波疫情冲击，不过疫苗注射率伫欧洲算是吊车尾。Всичко това е изкуствено направено. И по тази причина не мисля изобщо да се вакцинирам. 民调指出，有超过4成人无愿意注疫苗，主要是因为社群平台假信息、假新闻真多，互当局伫推动疫苗计划时阵一直是有阻碍。И това пресищане с информация доведе до объркване, доведе до ступор и много хора просто спряха да слушат, защото първо информацията беше различаваща се, от различните експерти различно и второ информацията беше толкова много, че не можеше да се асимилира. 在保加利亚，平均每10万人就有263人染疫死亡，死亡率在欧洲排在头前。专家指出，目前疫情继续升悬，死亡加刑会改变民众的心态，注疫苗的人就会增加。公司新闻王碧文评析。行政院主计总处发布第2季实质经济成长率，初步统计是7.43%，第1季实质 GDP 调整到9.27%，去年顶半年经济成长率有来到8.34%，也是有史以来上界悬的。不过，考虑到这个内部需求经济受到疫情影响，亲像餐饮、批发做线卖行业营收也拢落，一切就要看疫情变化，才知影落尾发展。7月出口金额达到379.5亿美金，各创下历年单月新高。出口销路和台湾经济无受疫情的影响。主计总处公布第2季实质经济成长率是7.43%，可收关第1季 GDP 成长为8.92%，收关到9.27%。顶半年 GDP 达到8.34%。另外，预测第3季 GDP 是3.31%，第4季是4.01%。乐观预估全年 GDP 达到5.88%，111年 GDP 预测原来是正成长，有3.69%。预测今年民间投资的实质成长会到达11.89%。整体而言，预测今年经济成长5.88%，较今年的6月的预测上修了0.42个百分点。
主计长朱德明形容目前国内景气是外热内温，来自经济受到疫情影响，餐饮、零售、批发营业业明显降低。餐饮业者表示，虽然目前已经开放店来食，不过大部分消费者也是有疑虑，所以8月营收恐惊也是无法度看到大幅度的成长。其实真正回到店里面的消费状况其实是比例不高的，因为台湾的比较好的一些餐饮业的营收都是来自于在特定的节庆或者是聚餐，其实在短期之内的整体市场来说的发展应该是有限。为了经营经济，传出5月份10月上路，业者认为时间点拄好。10月有周年庆这个促销档期，会当刺激来自经济，带来一寡消费。不过学者是烦恼，若做政府无规划相关的消费方案，那影响真严重的小店面无帮助，5月份对经济成长率恐惊影响嘛真有限。比较担心是说，这个券如果到时候就来买基本生活用品、固定需要的，即便没有这个券，它就是很明显的替代了，它不会有再多扩张出来的一个效果。不过，银行金首席经济学家黄应基指出，5月份对 GDP 成长贡献初步估计达到0.8至0.9个百分点。小店面零售产业也是上大的受益族群。主计总处表示，会有1000亿的规模，不过实际经济效益要搁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国内疫情降级，观光局允准国内旅游会当有50人以下的旅行团。不过防疫关系成本增加，真侪民众也无啥爱去。就算是国内旅游，也真侪人拢是家己去佚佗的。业者表示讲，目前也是日境界民众心内有关会惊，若真有想要爱行李，恐惊是无遐紧。把肉排放伫鼎内底煎，师傅现做中式的料理，西餐嘛有。再搁把这料理详细包装了后，放伫刀仔顶来保温。料理好的5星级饭店，甲过去自助餐厅暂时改做市场模式，除了提供外卖以外，也直接送予许多旅客餐饮的拍击罐，希望在降级了后，甲大房都救起来。降级之后啦，这个住房率有微幅的提升，但是离我们的这个目标还有一段距离。暑假7、8月以往呢，大概都至少有5成这样子的一个住房率，尤其在周末假日的期间。那现在呢，大概就只有一半，大概是2成左右。业者讲，国内疫情降级了后，已经接待团客大约10团，散客也要转来。不过整体来讲，回温的速度无紧。在防疫的考虑之下，一直推出新的促销方案。俗家因讲无什么利润啊，尤其湘北进前是疫情的重灾区，即阵边境阁无开放，饭店业者拢伫放无薪假。观光局表示，下半年配合5倍券，无排除对国内旅游推出补助。国旅补助是下半年我们希望是能够朝一些振兴的面来走了。那这个部分我们会配合行政院的振兴政策，目前都还在做一些研议规划当中。另外，补助方式是不是比较进前的补贴较大？观光局表示，相关的方案也伫研议。这个基定要配合行政院，因为行政院规划推出5倍券，交通部也来增加这个振兴的方案，利用5倍券来规划增加补助。记者综合报道。虽然政府开放游泳池啊，不过洗衣机啊含吹风机拢是袂当使用的。在高雄凤山就一间开真久的游泳池，宣布讲伫咧月底被收起来啊，会员会当来退钱。红马青州赶紧来退钱，高雄凤山区这间经营超过20年的老字号的游泳池，传出敢若营业到月底，下晡未少的会员赶紧来退费。会啊，因为在这里很方便啊，就是还要再看附近哪里有游泳池。我觉得疫情应该真的是迫不得已才必须要收起来。人客拢感觉真可惜，讲疫情爆发进前，游泳池的生意袂歹，不过业者无愿意证实停业的原因。而业者对中央有条件，该到今年以来，就算开放，生意也无偌好。市区这间游泳池就算营业，定定一个水道只有1人在收，规场人上最时阵无超过10个人，也业者是两难。因为无开门的时阵，一个月了超过200万，若是开门每工营运成本加上会员的退费，一工了将近10万，安怎做拢唔对。我的所有产业都在这边。我能不撑下去吗？我这边还有这么多员工，我如果放手了，我的员工怎么办？很脏，而且只擦干，还有那个游泳的味道，这样要开车回去，我们都从很远来啊。不能淋浴哈，那这个是一个临时、目前暂时的一个对于防疫的一个措施，那请大家多配合。业者希望讲袂使使用吹风机，袂使洗身躯的限制用来解除，若无过安尼限缩落去，真正大家拢倒了了。也不过市府是强调讲，因应防疫也无放松的这个规划。记者综合报道。
得到东京奥运柔道金牌，杨永伟和女子柔道拍入去前8强的金振豪，做回登去台中的母校新民高中。杨永伟和学弟学妹分享国际比赛经验，伊也讲接落来目标就是要拼后一回亚运和奥运。再度回到台中的母校新民高中，拿下东京奥运柔道银牌杨永伟，以及打入去女子柔道前8强的林正豪，受到热烈欢迎。杨永伟讲，这次甲高中同校的同学林正豪，做伙伫奥运拿下好成绩，伫咧分享经验，也将体重所穿的战袍留给下学，希望来鼓励学弟妹。杨永伟表示，家己伫学校有满满的回忆，这次回到学校除了感谢，嘛希望甲学弟妹经验传承。这次伫男子60公斤级，替中华队来拿下银牌，过程虽然真辛苦，不过阁无到家己的要求，嘛将会继续准备亚运以及后一届奥运。当然就是还是以明年的亚运为目标，然后再就是巴黎奥运。年带队执行教练表示，目前虽然国家对着选手有各种奖金来鼓励，各县市政府嘛陆续来加码，鼓励选手为国来争光。不过上重要的还是体育环境的改善。企业队来帮助这些选手，让他们的选手的生涯更加的延长，不是到大学毕业了、研究所毕业，他们就结束他们的运动生命。教练表示，除了奖金来鼓励，上重要是爱延续选手的体育生命以及体育环境的改善。除了甲企业合作来赞助，上重要还是选手的培育以及经验的传承，体育发展才会使永续。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在2019年，咱台湾正做亚洲地区头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不过，咱台湾人若准备甲外国同性经伴结婚，是限定爱来自同款允准同性婚姻国家的人。进前就一对澳门甲台湾的经伴想要登记结婚，不过煞互拒绝。经过司法的判决，他总算是摕到合法的结婚权咯。这对有情人今仔日也去户政事务所登记。这真的等很久，然后中间其实发生很多事情。那我们比较幸运，是我们都有办法留在台湾。向大家点出新的身份证，顶悬加了红色的名，伊是信琪。伫2019年10月，甲来自澳门的阿姑想要登记结婚，不过煞互户政拒绝。经过1年多的官司，两个人总算胜诉，会使登记结婚。拒绝的原因就是说，内政部呢有一个函释，那个函释的内容是说，如果台湾人要跟外国人结婚，非台湾人结婚，那么必须要对方也是来自允许同婚的国家或地区。我们台湾法说要依各该当事人本国法，那他的本国法本来是澳门法，可是澳门法说当事人结婚这件事要依他的常居地法，那他的常居地刚好是台湾。互相替对方挂手指，嘛收下大家祝福甲鲜花球。阿姑甲信琪一路行来是真无简单。这摆因胜诉，毋是代表台湾已经允准所有跨国同性婚姻。伫台湾也有真侪无共国家状况相像的跨国伴侣无法度结婚。想到这，阿姑就哪有甜。3读通过之后，全场在欢呼。我跟凯莉他们在一起哭，看着别人结婚，但是自己不能结婚，那感受其实一点都不好。其实外国法如果是拒绝同婚，按照台湾大法官的解释，同婚已经是基本人权了。那这样适用这个外国法是违背台湾的法律秩序的。判例并认为，台湾跨国的同性伴侣若要结婚，需要看对方国家的法律，这违反着台湾的法律。针对这点的改善，因认为内政部甲司法院有互相杀责任的状况，所以向监察院提交陈情，目前正在调查。记者郭北君、陈派文台北报道。朱锡会创办的是个学校，伫顶年才收头一届学生，去年就用疫情做理由，无搁再招生咯。今仔日就家长表示要替因囡仔转学，也批评实验教育三法施行到今已经6年啊，也是问题了了。就立委认为讲，教育部应该爱比照私校退场条例，看过即寡实验学校的品质和退场机制。台北市运算思维实验教育机构创伫大安区商办大楼，若是休热期间冷冷清清，其实伫2020顶半年，当时都还未办学届满1年，创办的朱锡会都拍算无要阁招新生。当初他招生是希望国中、高中加那个高中后的1年，就是说如果不要直接升学，可以直接进入资策会的职场。
课程其实是会吸引我们的，我们就不用再一直为了考大学或什么，让这些喜欢学电脑的孩子可以有一个在资策会这样的资源下，可以比较完整的学习。但是办不到1年，他就说要停招。家长讲，原本想讲将囡仔送入去温选思维实验学校，就会当脱离传统的教育体制，而且直升高中毕业了后，就会当直接入去主测会这场工作，结果一场空。经过家长抗争、立委协调，学校同意让囡仔读到高3毕业了后，再来结束办学。不过，这个家长已经决定要提早让家己囡仔转校，就让孩子好好的在体制准备会考。没有这么想要办学的话，我觉得还是。在这个环境对小孩是不好的啦。但是我觉得办学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态度，就是我今天要办就办，我今天不办就说你们自己去想办法。那我们会认为说，实验教育的退场或许应该要类似私校退场一样，会有一个相关的条例。实验教育3发上路6年来，实验学校变一倍成长。不过时代立委王婉如指出，最近也接到不少学校向停招的争议订正案，也是讲亲像蒙特梭利、华德福，虽然讲家己有一套师资培育系统，不过教师也是无法度得到教师证，薪水差人一截。所以举办公听会，希望教育部会当持续检讨法规，看实验的教育品质，也甲特定机制要安怎管控。记者综合报道。已经暂停营业2个月过叶红仔机店，疫情降级了，也达到要解除封锁啊。新竹市第10日有公告，市内叶红仔机的业者带条件恢复营业，那准会当定期消毒和线顶监控，唔免一定要有人顾店。营业时间是限定对早起8点到暗时10点。新竹市宣布，叶红仔机10日开始会使恢复营业，除了要遵守一般的防疫措施，业者每1点钟就派人消毒1摆，才会使营业。必须每个小时的巡场清消。那因为要这个监控这个现场的人流哈，我们除了10连制的管控之外，也要求业者必须远端的一个视讯设备，来这个掌握这个现场的人流情况。业者听到消息讲，即马虽然改做唔免有专人顾店，不过每1点钟就需要派人到现场消毒，实际上嘛是有困难。新竹市的话，说要每小时要清消啊。对，像我有上班的人，对，然后如果是那种6小时、8小时清消还是我还可以，因为可能就是上班前、下班后，开放是好事啊，可是开放的条件我们就是觉得有些条件还是觉得有点严苛。有种营业时间限制，自早起8点到暗时10点，卖无定期派人稽查，若是有发现违规情况，会依照规定进行处罚。记者对君和新竹报道。去年12月，假期当少的渔林码头，县政府因为园区内面的设备有个安全记录，停止包厢的经营权。即马也开始整修园区内面歹去的设施，希望伫咧解除封锁进程会当整理好势。嘉义县政府顺势渔林码头设备改善的施工进度，包括省水池入口的路面甲岔道。这边因为是东石乡重要的观光区，所以嘛有真侪在地人来关心。阮当初会发展，嘛是因为有这个渔人码头，渔人码头有观光客来，观光来促进阮的经济发展，阮的大家修行那摊沙阁都有一通赚。东石乡渔人码头是嘉义县沿海出名的观光景点，内底设施已经使用超过10档，有一寡所在甚至还有涉海水的情况。县政府提出800万，要先做初步的解决。因为金子它也会积水，那大概也会产生一些青苔，那我们大概初步做一个改善。再就是那个堤防大道那边也是一样，因为常年的日晒雨淋有一些部分的损坏哦。县政府表示，希望利用防疫期间加强整理渔人码头的环境甲设施安全。海洋池涉海水的问题，嘛向中央争取经费修理，寄望当朝的在地产业会当搁一摆透过渔人码头的经营带动发展。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台湾上早有安冷气火车观光号列车到达已经60岁啊。虽然讲已经无伫咧走，不过去当时是真车影。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也特别规划展览，民众也当来体验这60年前台湾上界高级、上界派火车。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举办的纪光50、观光60展览，透过互观工程，和民众回顾1960年代的观光号列车。
桌上的这些摆设，其实也是用以前的老照片去回复，不管是上面的西餐餐具啊，然后调味料架啊、烟灰缸，甚至是花瓶跟水壶等等的，其实都是我们去找了跟当时非常类似的款式。1960年代，台湾开始杀国际观光，观光号嘛是头一批有装冷气的高级列车。火车顶的菜单会当看出当时的经济发展。车头的观光号标示嘛特别用华文的欢迎，显示当时国际旅客盛况。伊迄阵的社会，也是讲迄个时代的观光，也是机工，确实嘛有是带了一寡为着国家宣传，也是讲显示讲台湾经济要起飞的意义。细汉个时阵吼，拢有听讲有这公共车。但是无机会来坐嘿，所以有顶面拢全是听阿伯阿叔有咧讲，所以就是有这个时间大家来参观看卖。陈明忠表示，除了有列车参零组件展示，互民众了解过去的铁道文化、技术演进。这边也特别整理侪文献资料、影音作品，透过无同面向呈现伫咱生活记忆中的火车。记者杨淑静、谢桂林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25度到35度，中部地区对25度到33度，南部地区对25度到31度。东部地区对26度到33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27度到32度，也有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暗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的时间再会。